乡亲时代好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台湾的四面拢是海，常常传出着海难等待救援的事件。担起这项高难度、高风险的救援任务的，都是海巡署的空勤吊挂分队。最近甲空勤总队做伙来执行任务的空中吊挂的高手，出动救援的时阵，拢爱坐直升机。调整着无法度预测的气候、气流甲风向，搁爱伫海面上吊空救人，通常拢是伫万分惊险当中来完成任务。华视新闻团队就对着空勤吊挂分队台中的分队做伙坐直升机，要来了解这阵救援的英雄是安怎做海上甲陆上的训练。上界特别的是，因的当中阁有2位是女性的吊挂队员。吊挂就是救人，把人遇难救起来，就是有一种成就感。吊挂作为开始，难免我们也会知道说会被海水拉着，这样类似有点像打水漂那种感觉。就算我们看到它已经是一个大体的，我们还是要面对出舱去做一个救援的工作。人员到达目标，来，人员高接中。到直升机上面，我当然还是有一些心理需要去克服的地方，但是我们就相信机组员，相信装备，也相信自己。管制室广播，管制室广播，接获国搜中心通报，新竹外海海难搜救，请机组人员立即上场执行任务。竹外海老人溺水抽筋，获得安全走。接到通报，马上出动，2个搜救员专心穿好落水靴的装备，赶紧坐直升机出动救人。负责动幺，这边是空勤112洞，预计14洞执行新竹外海一个海搜救援任务，请问柜台是否超收？超收。感谢柜台，请问安全，谢谢。直升机一飞到发生意外地点，判断好方位，准备好啊，出机舱，开始海上吊挂的任务。空中吊挂的过程可能会摇来摇去袂稳，加上天气、海上风影难预测，拢会影响到救人的难度。吊环的方式将待救者吊挂进舱。对海上救援的话，考量的天气因素，因为海象有浪，然后又有风。那如果加上船吊的话，因为船也在动，直升机也在动，相对的难度会更高。飞伫空中畅落大海，每一个惊险的时刻，冒险抢命救人。因是海巡署警方分署救援英雄空勤吊挂分队。首先要克服的就是你对高度的一个恐惧，最大的障碍就是先跨越心理的那道障碍。上机的每一次出舱吊挂的每个过程环节，我们都会一再的重复检查，胆大心细，不能有任何的一个闪失跟出错。飞机向前5，来，4、8。天气不预期的那些状况都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，所以说要怎么去克服，就是平常要把自己的本职学能提高，压力是一定会有的，因为这是一个团队的操作。伫现在男性队员当中，还有女性真显目，伊是28岁上士胡丽锦，更加是空勤吊挂分队成立以来第一个女性的队员。救生救难是我一直想从事的工作，所以当自己的手上可以救回一条宝贵的人命的时候，心里是很激动、很开心的。真的到直升机上面，我当然还是有一些心理需要去克服的地方，但是我们就相信机组员，然后相信装备，也相信自己。胡丽锦大学毕业了后，入去军队已经7档啊，一路为安检所的基层做起。2017年接受训练了后，开始做吊挂搜救员。
第一次的救援任务是一个12万吨的货轮，我们就是带着吊篮下去做一个手指头断掉的船员的后送。那个风向风速没有测量好，那导致钢索缠绕到一个天线的状况，紧急的帮他做一个排除之后，才把吊篮顺利的回收。每一摆的模拟搜救过程，拢真硬斗，爱做认真的，因为抢救伤患的性命，唔那是拼时间，而且爱含死神抢人。采访团队对离台中的吊挂分队第2小队，在直升机执行每个月一般的训练。海巡共有李少迪分队长及5员，还有2位的新闻记者。发生任何情况的话，按照这个飞行手册的程序来实施。经过2个多月的采访申请，这一次呢，我们跟着吊挂分队一起搭上海豚直升机，要来准备训练。而我们的位置呢，就位在这个台中的清泉岗机场，准备要飞往训练场。吊挂分队要执行的是陆上训练以及海上训练，像记者身上呢也必须穿着这个吊挂环以及确保整个装备。而直升机现在的飞行高度呢是在50英尺。分别要执行任务的是位在我旁边的这位明星队员陈世婷，他们已经出舱吊挂到底下练习救援任务。以前都在一线，都在安检所，面对的案件可能都是渔民怎样，或者是船只在外面怎样。我看到我的同学，就是也是我现在的队友福利警这样，然后我当初想到，这个工作我觉得我可以挑战看看。第一次救到人的任务是跟钟贤学长一起，因为收很久了，然后我想在要回来的时候，我就在想说，我觉得我们下午一定会收到，因为通常我们都在心里讲说，阿姨，你可以让我们找到你，自己心里就是会这样跟他们讲，然后就下午就找到了，就是替家属开心啊，因为毕竟他们也是难过或者是紧张了一整天。我们会先在陆地上先操作吊环、吊篮或担架，它最主要就是让我们搜救员先熟悉装备、出舱作业的那个流程，然后再去做水域的，你就可以去克服出舱那些害怕或紧张感。难免我们也会知道说会被海水拉着，这样类似有点像打水漂那种感觉。就算我们看到它已经是一个大体的，我们还是要面对出舱去做一个救援的工作。过去海巡署支援空勤总队的吊挂搜救人员，拢是由特勤队员来做。2018年才正式成立专职单位。具备成为合格的空勤吊挂分队的队员，他最基本的要有4项证照的资格：初级的紧急医疗救护技术员、救生员证、直升机吊挂与攀降合格的证照，必须要受过国军的求生训练的证照。空勤吊挂分队目前伫全台湾有5个基地，拢总有26个吊挂搜救歌手，其中包括朴立锦，还佫有陈世婷在内，已经有3个女性的队员，每一摆拢会和空勤总队共同执行任务，伫海面顶悬和海鹰拼斗，一步一步惊险的场面，因是守护生命的第一线，更加是等待救助的人心目中为空中来的救星。但是因救人的同时，其实家己嘛是面对真大的危险。都会先跟妈妈讨论，她如果觉得可以，我就会勇敢去做，我就会拿风比较大的影片，然后我说，那这个时候可能会发生什么事？如果今天是在海上，或者是飞机出现问题，它可能随时你得切掉自己的绳子，或者是由他们炸你的绳子。我说这个随时都会下去。家人其实一开始蛮反对的，后来我是有跟他们讲一个救援经验的。之前有吊挂货轮沉船的船员，他们跳海逃生，我们找到的时候已经是1天1夜了。那患者就是眼眶泛着泪水，然后一直跟我们道谢，一直跟我们道谢。对啊，那其实印象很深刻啊，就是不会忘记。台中分队一共有6名队员，每天排定2名队员执行出勤任务，其他4位备勤。他们呢也必须24小时待命，备勤时间还得抓准时间进行自主练习。像是等等他们要执行的呢，就是进出舱的训练，以确保未来执勤的流畅度。小队长，今天我才做吊环项目。好。平常时的训练，除了讲进出机舱、个人的体能、救护医疗，拢爱一直练习。
因为每一摆出任务都是艰难的挑战。有一个在松山执勤的一个弟兄，他在一个勾接过程，从勾接完的时候，直升机回收，然后就是有去撞击海面，速度蛮快的这样子，我们就失去了他。我觉得这有点蛮可惜，会觉得说，这份工作可能就有这个认知吧。我那么热爱这份工作，我还是会想要把自己的风险降到最低。就我个人好了，在确认这项工作之前，我自己在我自己的笔电已经先把遗书先打好，大部分都已经有交代好。至于会不会发生意外，这就交给命运嘛。那在我们人力能所及的情形之下，我会中整历年发生过任何的意外事故，把它去检讨。肩胛头敢若派真重的物件，负责几个家庭拢想要救回来性命，这嘛是自身救人的使命。我其实喜欢帮助别人，在外面遇难的人或者是待救的人，我们都希望可以平平安安的把他送回家里。把一个他已经几乎可能快绝望的人，那你伸出手，然后把他救上来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。从事了这份工作之后，大家都会用很优秀啊、很美好来形容。当然，我觉得这些特质都离不开最朴实的努力。可以的话，我希望可以一直从事这份工作到自己戒退的时候。我们就是一个在前线的海难救援任务上默默奉献的一群人，这个是我们最至高无上的工作。海巡英雄守护台湾汪洋纳色的国土，一摆搁一摆海难事件，拄风治水，上天落海。这场勇敢的吊挂搜救员，因无私的奉献，为足一家庭带来生命奇迹，嘛为不幸的牺牲者找到回去处理的路。希望伊每一摆的任务拢会当成功，顺利回航。